潮汐主人吗？哎，没来呢。
们还没跳，曲珍和苏拉在里面。现在曲子安排不一样。呀！上，这有点短。全部都有。他终于跳了，苏拉和曲珍都在直播嘛，瞧这么走。现在都有戴帽子了，5、6个戴帽子。竟然喊他戴帽子的，为什么都戴帽子啊？他们都戴帽子。不知道，今天是这么等人，你也戴了吗？没哦，我一直戴帽子。看他们5、6个都戴帽子。
在后面。哦，这边我都没注意到。Hello， 给你们招手。接不上上面手。刚刚来吗？昨天晚上晚上4点多凌晨，他就掉，他就偏过来，我还走他不走，他就睡觉。带，他就该洗澡还没来。哦哟，遮住了，遮住了，遮住了。